法表面，所以你哪做完做就是我也，所以有我见，所以我见在中，做简单就是中就是中啊。烦恼引起的由源就是来自头前这个，无离开这个，咱是都愈修愈袂舒服，咱愈修愈有意见，咱愈修咱的梦想，咱执着愈大，就是你无离开这个物件。但是我请问，问题出伫啥物啊？问题毋是出伫别人，问题是出伫咱。修对修的成功，问题是出伫家己，所以我想讲一句话：儒教上大智慧讲，老和尚脾气大，大法师架势大，大智慧。先老和尚愈修越脾气愈大，伊就是这个样子。见就是我慢嘛，到这句话啊，一修到这句话就我慢嘛，我见嘛，我是老和尚嘛，我是大理者，我是主持嘛。我当然，我是另外书嘛，我是监理嘛，我是做书嘛，我是哪位嘛？是不是？咱的言侠点，我慢、我能、我吃、我见，太严重，所以你肯定在修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修爱愈修愈高明，愈修愈快，愈修愈快，头发变，现在是愈修愈紧张，因为就是你红了，你这样做，这个做人家来跟我清楚。因何文法不足开模？是安怎文法你家己定位袂开？就是后边，这烦恼引起，犹如大云覆盖乌日，不定风吹。犹如大云覆盖乌日，哦，妙不妙？是的哦。这哦是看不清啦。不定风吹，风的比如先，文的比如风。文就是这言侠言中当，完了因这个文，哎呀，它是咧那个风吹。如果咱听的那听写，然后破掉言侠言中当，我给我去，这个破除这物件，都是参照你今日风吹
金钱，你一定要赚，你唔免干电脑，我干低保，你没想过这，我还什么？